你有冇試過畫完一張畫，內心突然間湧現咗一種強烈嘅不滿感覺？明明技術冇問題，甚至加咗自己嘅風格落去，但硬係就覺得差咁啲嘢。幾年前我喺 Discord group 搞過一個叫做人體 Week 嘅活動，每個星期都會提供一張人體參考圖，大家可以自由選擇去臨摹或者創作。因為我本身個人都唔係太中意完全照抄，所以臨摹嘅過程我都會加入一啲自己中意嘅元素，可能係畫同一個動作，但係換成我中意嘅角色，或者換個透視再畫多一次個動作。但係我到依家都非常之深刻。當時我畫到呢一張圖嘅時候，我嘅內心有一種好強烈嘅不滿。雖然技術冇問題，甚至我加咗自己嘅風格喺入邊，但係我硬係覺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加好，而唔係停留喺呢種半臨摹半創作嘅狀態。呢個困惑嘅感覺迫使我去思考，究竟我真正想畫出嚟嘅作品係咩樣嘅呢？結果我喺呢個探索嘅過程發現，原來只要改變一種思考模式，就可以令我嘅畫風突飛猛進。嗰陣時我好中意一個日本嘅插畫師叫做望月 K， 佢筆下嘅人物動作流暢，設計感亦都好強。構圖雖然簡潔，但係整體咧成日都俾人一種好型格嘅感覺。當時我好想試下自己可唔可以重現翻呢個感覺出嚟，令自己嘅人物更加有型，動作更加利落。但問題係當時我已經有一張參考圖用緊，於是我就諗啦，我點樣可以將呢一個繪師嘅技術搬落我原本呢張畫度，而唔係純粹臨摹另一張畫出嚟呢？第一步，我決定先揾佢其中一張作品喺上面描圖，拎下佢整體嘅感覺。我一度畫一度思考，嘗試揾出佢畫風背後嘅邏輯。描到一半我就開始諗，點解佢畫頭髮嘅時候唔係左右對稱，而係要偏埋一邊嘅呢？點解畫面嘅某啲部分就非常多細節，但係另一邊就省略得好誇張呢？佢個人物嘅劉海啱啱遮住咗眼嘅一部分，會唔會係特登去強調有層次感呢？當我用呢種方式去分析，我個腦咧突然間叮一聲，我意識到我一直唔滿意自己畫嘅嘢，其實因為我用咗一個錯嘅思考方式。而喺嗰一刻，我都意識到我唔再係做緊普通嘅臨摹，而係做緊研究式嘅臨摹。因為我唔再好似之前嘅練習咁樣，當自己係一部打印機去純粹臨摹個畫面，而係開始拆解畫面背後嘅邏輯，努力理解高手係點樣思考同埋做決定。如果我想我嘅畫技提升到另一個層次，我就唔可以再唔用腦咁樣抄畫，而係要分析、消化，真正去理解高手嘅畫法。喺個過程入邊，我更加發現咗一個關鍵嘅突破點。喺我哋講突破點之前，等我介紹一下 StartArt 啟藝學院由香港職業漫畫家孫威君主理嘅 2D 精動畫製作課程啦。孫 Sir 係香港嘅資深漫畫家，喺呢幾年佢對動畫創作產生咗濃厚嘅興趣，作品得到賞識，而喺因緣際會之下轉戰日本動畫界，參與包括膽大黨、Re:Zero 等嘅動畫製作。喺佢為期10個月嘅課程入邊，會為我哋拆解 Cell Animation 嘅製作原理。想學動畫嘅你，即刻喺呢條片下面了解下啦。多謝 StartArt 借出今次嘅拍攝場地。好啦，翻正題，究竟我係點樣揾到嗰個突破點嘅呢？就係當我不斷思考，點解望月 K 筆下嘅人物可以咁流暢、咁有型、咁利落？我突然間聯想到呢，我之前睇過一啲 K-pop 女團嘅跳舞片喎。因為我每次睇呢啲片呢，其實都會俾我同一種感覺。點解佢哋嘅動態咁靚，每個 pose 都咁有型嘅呢？再加埋佢哋好靚嘅身材比例同埋服裝嘅配合，令個畫面整體咧都更加有美感。於是我決定直接速寫呢啲 K-pop 女團跳舞嘅畫面啦，研究下佢哋嘅動作變化。我嘗試重點咁去觀察佢前一秒嘅動作同下一秒有咩分別呢？佢做唔同動作嘅時候會點樣影響頭髮擺動嘅方向？佢做緊邊啲 pose 嘅時候特別好睇呢？當我畫呢啲速寫嘅時候，我發現咗一個關鍵嘅概念，就係動作本身唔應該係死嘅，而係一個流動嘅過程。亦都令我醒起 model 擺 pose 嘅時候，佢哋會不斷咁樣前後去喐，其實就係為咗令佢哋嘅動作唔好咁僵硬，去捕捉嗰個最自然、最有動感嘅瞬間。當我完成咗一系列嘅速寫同埋分析之後，我決定帶住呢啲新嘅知識，重新去畫多我張畫一次。但係今次最大嘅改變就係我由一開始決定角度嘅時候，我嘅思考方式已經完全唔同晒啦。我唔再諗究竟我畫得似唔似嗰張參考圖，而係諗我點樣可以透過形狀設計，令到成件事更加有動感呢？畫畫嘅過程中，我不斷問自己：如果我係望月 K， 我會點畫？我依家畫呢條線喺度，會唔會影響動作嘅流暢感呢？係咪有啲更加概括嘅方式就可以表達到人體嘅結構？我揀個透視可唔可以再誇張啲，令個形狀更加有趣呢？今次畫頭髮嘅時候，我亦都用翻之前發現到嘅技巧，刻意用一啲唔對稱嘅形狀去營造翻個動感。而呢張就係我最後嘅成品啦。最後當我睇翻呢張作品，我今次真係覺得好滿意啊！
因為今次嘅成品明顯比之前更加有動感，更加精煉。最重要嘅係，我終於畫出咗內心真正想要嘅效果啦。而呢次嘅經驗亦都再次提醒翻我，如果只係唔用腦咁臨摹，學到嘅往往都只係表面嘅技術。而研究型嘅臨摹，雖然需要花更加多嘅精力去思考同埋實驗，但係佢帶俾我哋嘅好處係遠超我哋想象嘅。因為每次研究，我哋學到嘅唔止係畫法，仲有高手嘅思維模式。而呢啲理解會一直留喺我哋嘅腦入邊，最終成為我哋能力嘅一部分。咁有咁多臨摹方式，你自己又最中意邊種呢？1. 完全臨摹， 2. 半臨摹半創作， 3. 研究型嘅臨摹。留言1、2或者3，話俾我聽你嘅選擇。如果你想提升繪畫人體技巧，呢條片可以幫到你。我亦都有提供改畫、畫畫諮詢嘅服務，幫你針對性解決問題。如果你係學校或者教育機構，我亦都有定期舉辦講座、工作坊同埋導師培訓。如果你有興趣同我合作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最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我係 Mimi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